要表現語境意識，另一個高階嘅技巧就係穿透現象法。穿透現象法咁熟口熟面嘅？冇錯啦，就係同高效整合資料入邊嘅穿透現象法係一樣㗎。咁所以語境意識嘅穿透現象法都係要思考資料背後嘅深層意思啦。又係啦，如果唔記得咗嘅，快啲翻去睇翻相關嘅短片同埋筆記啦。一旦當我哋揾到呢一啲資料背後嘅深層意義，就要好大聲咁話俾人知，我揾到啦，要好刻意同埋好突出咁樣寫出嚟。各位同學記住啦，呢啲彩蛋其實好多時喺題目同埋閱讀材料嗰度都揾得到㗎。至於你揾唔揾得到，就要靠你嘅功力同埋觀察力啦。睇下同學平時係咪訓練有素？譬如呢一題樣本試題，我哋除咗要用代入角色法去揾身份、對象同埋處境嘅語境意識之外，你又可唔可以用穿透現象法揾到更多嘅彩蛋呢？好啦，開估啦，就係組會兩個字啦。組會除咗係你演講嘅處境之外，亦都有一個更重要嘅信息噃，就係喺朝頭早進行嘅集會啊嘛。如果你用穿透現象法發現咗呢一點，你就唔會用大部分人都用嘅方法嚟到去寫呢一篇演講詞嘅開頭啦。咁大部分人開頭會點寫呢？咪大家好咯。但係如果用咗穿透現象法，你就會寫早晨呢兩個字啦，因為呢個係一個組會嚟㗎。唔好睇小早晨呢兩個字啊！你寫呢兩個字嘅話咧，表示你發現咗啲嘢，然之後刻意而為之咁樣去寫出嚟俾閱卷老師去睇㗎。咁所以如果條題目係週會，用穿透現象法，你就可以將個開頭改為午安，因為學校嘅週會通常都安排喺下午時段㗎。咁喺閱讀材料入面見到個學校活動喺9月進行喎，用穿透現象法又發現咗啲咩呢？你又揾唔揾到個彩蛋啊？9月咪開學時候咯，所以你可以專登寫一啲同開學有關嘅字詞文句㗎。咁如果個學校活動喺6、7月進行呢？各位同學應該估到啦，冇錯就係學期結束啊嘛，或者係暑期之前啦。好啦，你又揾到彩蛋啦，係咪應該公諸於世啊？去專登寫一啲同學期結束有關嘅字詞同埋文句啊？用翻相同嘅邏輯，如果個活動係俾中一玩嘅，咁用穿透現象，你要諗埋佢哋啱啱升中嘅背景咯。如果係俾中六嘅，咁你就要諗埋佢哋即將畢業或者將會升讀大學嘅呢個背景啦。呢啲例子實在太多太多啦，冇可能喺呢度同同學講得晒。不過同學你記住，你只要自己諗多一步，用穿透現象法，從另外一種嘅角度去審視題目同埋閱讀材料，你一定會有所發現㗎。